各位大哥，把我放了吧！啊，这是误会，你们抓错人了。说不定我们是一家的，我也是玩毒的呀。呀，白犊子，你也被抓来了？你的师傅毒神呢？师傅，师傅，聪明的人总是知道怎么活下来。无言，看来这么些年，师傅没有白培养你。师傅，师兄被鱼怪抓走了。怎么？阳谷之人，必造反事。一定会来救我们的，再等等吧。次次都等人来救，你还行不行了？当年黑石洞也是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，你就不能靠自己吗？说的简单，运功驱毒也要时间啊。叔叔，小凡，
想死你了。小环，小凡，你们虽然说了各自下山，但是怎么能扔下你呢？你还有心笑？笑什么呀？我在想啊，当年我们几个青云弟子联手对敌，闯过多少艰难险关。其实我们并不怕死，因为我们总是彼此信任，性命相托。就像在黑石洞的时候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救我们的。现在我也一样，依然相信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他已经是鬼王宗的人了，不会来的。不会的，他那个人啊，最念旧了。这么笃定，我要是不来的话，你平时也应该勤加练习。鬼力哥哥，鬼力，小声一点。绳索已经解开，一会儿我会把他们全部收拾掉。可是他们能随时变成黑烟，一般法术又不管用，又不怕任何剧毒，该怎么对付啊？我猜测这附近应该有他们的天敌。这附近什么怪物也没有啊！哦，毒蜂是那些毒蜂，对不对？有可能，毒蜂无孔不入，是破解黑烟的好办法。只要将毒蜂引来，不管它们变成黑烟，只要一变回本体的时候，就会被蜂群蛰咬。这样一来，救我！救我！我一定会报答你的！救我！叔叔不杀你就已经算是厚道了，你自己想办法脱身吧。快走！哎哎，救我！救我！哎哎，他们跑了，快下来追！追啊！走走！刚才不知道怎么了，功力突然受阻。你是不是中毒了？不劳费心。大家兄弟一场，想着这次过来能见到你，久别重逢，怎么着也得带点小礼物吧。绝世孤本，小心收好。这什么书啊？给我看看。哎，这个是男人之间的秘密，不可说，更不可看。
师门命我阻止魔教夺取天书，这离天地宝库已经越来越近了。师兄们等一会儿就会回来。鬼王宗搜集天书，是想要复活兽神。你之前一直反对鬼王这么做的，为什么现在还要听命于他？天书是鬼王和鬼先生想要，我对他一点兴趣也没有。我想要的是天地宝库里面能够令人起死回生的神水。这世间真的有起死回生的办法吗？你寻了10年，难道你还不清醒吗？当年之事，的确是青云辜负了你。可一事归一事，你难道还不清楚鬼王他们的阴谋？那你应该动手杀了我，这样他们就拿不到天书了。不是说有师门的命令吗？现在我有伤在身，可是极好的机会。10年之前，我眼睁睁看着你和他面对着诛仙界，却什么也做不了。之后你寻找灵石，我没有想到，我错过了复活必要的机会。你这次还要阻止我吗？师父，信已送到，想必鬼力跟林惊羽很快便会过来。鬼力果然。就赶紧带着这些残兵败将离开，让秦无言殿后心学还能保全你万毒门。你，给他下毒元蛊，封住他的嘴。到时候等鬼力和林惊羽过来，再行引爆。是。师叔，还好你们回来了，怎么逃出来的？是惊羽救了我们，放心吧，那些鱼怪应该一时半会儿追不过来的。那惊羽呢？他碰见鬼力，抓他去了。抓鬼力？哼，我看是被鬼力抓了吧。2个人多半是去叙旧了。你怎么又出现了？不是说好了去探路吗？老跟着我们青云干嘛呀？你得意什么？刚刚是谁被抓了？反正又不是你救的。行了，别再说了。这大敌当前，我们应该齐心协力对付魔教才是。对对对，齐心才对。
林靖宇，你别忘了10年前青云山下，金瓶儿。鬼力，原来你和他们是一伙的。把你交给万毒门，自然可以换金瓶儿的性命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这狗咬狗的戏份还真是精彩，连毒云谷都省了。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你竟敢背叛我！别让他跑了，快追！秦无言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背叛师门，欺师灭祖！师傅，从你用养蛊的方式来养弟。敢背叛师门，那就得承担后果。师傅，且看你能不能在我蛊毒发作之前杀了我。毒神，毒神，你恶贯满盈，逃不了了。毒神，你要是现在敢向秦无言出手，引发他的蛊毒，小心被我们的长剑戳成筛子。好啊！难道真以为我穷途末路了不成？我今天就让你们尝尝我毒蛇蛊主的厉害！
小黄，小黄，真是你，你还记得我？哎，这个小黄是不是就是守护天地宝库的九天灵鸟啊？喂，能不能先别管那只鸡？不好，大家小心，鱼怪有跟来了！小黄，你一直住在这儿吗？我们想去天地宝库，你知道怎么进去吗？这是。门开了。你快走，我还想挡住他们。走啊！走。小环，在这儿好好待着，注意安全。鬼力呢？都进去了。哎呀，鬼力！这是什么？猴子？小心！走！没事吧？没事。那些鱼人好像知道方向，先跟上去。能不能躲过攻击？
逼他与你们势不两立。我知道他是为了让碧瑶醒过来，才被鬼王所利用。如果我不去阻拦他，萧师兄也会去阻拦他。否则回去以后，不知道怎么向师门交代。昔年青云之战也有我一份，今日我也是听鬼王吩咐，与鬼力前来执行任务。如果你要动手的话，就先朝我出剑吧。这里只有你和我承你的情，但下次若是师兄弟们在场，我就不能再手下留情了。秦无言，你这样穷追不舍，到底为了什么？别误会，我不是来算计你们的，也不想去招惹青云门的人。我知道你要帮鬼力找神。若不是鬼力误打误撞打开了天地宝库的大门，我得花多少心思才能进来呀？师父，青云和焚香的人似乎都进来了。哼，无妨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宝库里面内藏的玄机，根本就追不上我们。慌什么？既然天地宝库在树里面，就应当往上走，到树冠上去找。记住，跟着我，沿途不许碰任何东西。是。这样都没用啊！大家攻击上面的树根。散开！靖宇，你怎么知道这个方法？这应该是天地宝库的防御阵法。气根被灵力驱使攻击，鱼怪能变换成黑气，也是纯粹的灵体，系出同源，所以能克制。大家现在不要用法术，就不会惊动他们。
方才见你被绿光击中，没事吧？我没什么事。接下来该怎么走？这周围这么多通道，究竟哪个通往方知天书之处？树在地面，宝库中心应该是往上走。这么多通道，一定有一条通往高处，其余的很可能都是陷阱。那我们分头探路。不用，我有办法。你去哪儿啊？
你怎么样？你到天地宝库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弥补10年前的一个错误。一念成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点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滴落，看花开。寂寞，叹昨日怎么只剩轮廓？难断。